年前拢爱大摒扫，本色是平常时的2倍到3倍哦。清洁人员是真无闲，有时阵哦，本色车的时间嘛会长着。之前有民众不满哦，骂清洁队员搁动脚动手，桃园市的环境管理处就谴责暴力，嘛强调讲会透过司法来为清洁人员讨公道。农历过年进前，家家户户拢无用大摒扫，粪扫量是平常的2至3倍。画面中会当看到，民众将手内捐收的物件，等伫主管回收车了后，先是暂车过暝，所来搁拍车门，清洁队员落车录影搜证，手机啊刷互民众拍落来，搁留咧拍。过程转互行车记录器翕到，清洁队已经向警察局报案。经了解，系因年中清运垃圾量较大，导致车辆延时延误，民众不耐等候，因此发生纠纷。代志就发生伫初3暗7点，专案会以妨碍公务、侮辱公务员、甲毁损罪向法院提出告诉。环境管理处表示，严正谴责暴力事件，绝对会追究到底，用司法方式为受侮辱的队员讨回公道甲尊严，也无排除民事讨赔。民众竟当街踹打我们的那个资收车，并对清洁队员辱骂。那目前我们所有的影片都已经有搜证完整，后续也会循司法途径来捍卫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的权益。春节加班服务市民也爱受侮辱，清洁队员也感觉委屈。另外，因工作中也可能受伤，像2015年新庄的清洁队员，本色清运完了后，落车触到受伤，经过诊断是腰部椎间盘刷毁。市府第一时间同意工伤病假期间行使照付，也毋过专案经过劳动部鉴定，毋是属于职业病。经过市府核算，因薪加领薪水73万外，专案进入司法程序，最后高等法院判决无需要害，专案确定。桃市政府表示会尊重，后手也会依法院判决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